站係本次列車嘅終點站嘉禾望崗，可於本站換乘永遠22號線。The next station is 嘉禾望崗。站台內用際遇被困，想脫身，身體卻又下沉，似配合這傷感氣氛。早晚機你都說想飛，這趟車我原來送你，沒料到臨分開前揮手，仍隔着玻璃。人傷心可不可念舊？車走到終點怎麼開回頭？這結局有多近，有多遠，有多痛，總需要默默放開手。你飛向了天空，我心跳已失蹤，才知道這一刻眼淚無用。相擁過你到清空，我竟不懂，仍得分手告終。我躲進記憶中，腦海卻似冰封，連想你每分鐘都感覺痛，還寄望你會講聲好了，別傻。方向不你奔向新生，方向反我逗留手困，沒料到人海中一轉身，就已是一生。人傷心怎麼敢念舊？車走到終點怎麼可停留？這故事愛惜過，痛惜過，抱擁過，總需要忍心放開手。你飛向了天空，我心跳已失蹤，才知道這一刻眼淚無用。相擁過你到清空，我竟不懂，仍得分手告終。我惹進記憶中，腦海卻似冰封，連想你每分鐘都感覺痛，在期望永會講聲好了，別傻。下一站積水潭，下一站瀑布河，下一站高頂，下一站129街，下一站五道口，下一站大清橋，下一站粵海門，下一站溜光靈關渡海公寺，下一站解放大路長寧，下一站萬福橋沙田站。我問我是我，還是你旅途中最危險咗？在後會無期的邂逅裏，孤單尋過。你飛向了天空，我心跳已失蹤，才知道這一刻眼淚無用。不愛是你的苦衷，我竟想到，因此遺憾告終。我估錯快車中，眼車自碰天空，尋找你卻失手一一撲空，才發現與你終於走到。